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12月初六。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9篇，米迦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路加福音21章34节到3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着警醒。科技的发展，互济人原本无法度先知影的代志，大自然的现象，伫现在拢有一寡警报的系统。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对人提出警戒，互人有所警醒，避免迄个灾害来扩大。但是因为这个警报的发明，也互咱会当这代志大声就知。伫印象中间上早的警报的系统，就是这个空袭的警报。虽然早期无有啥物真好的这个雷达的系统。但是因为当初时的飞机嘛飞了毋是真紧，所以伫传统的空袭的警报系统下面，其实阁拢真有效果。像咱台湾目前万安演习嘛是拢阁用即类传统警报的系统。阁记得细汉的时阵。捌伫演习的中间，走到厝里附近这个防空洞来秘啦下午嘛捌练习秘伫迄个桌骹啦，是啥物特别的所在啦现在阁有一寡，比如讲迄个高速公路边遮的山坡是毋是会出的这种监测、风台的警报、地动的警报系统，阁有手机这较现代的警报系统所提供的这种国家紧急的通报系统啦针对无论是天灾，还是讲这个人为的灾害所发出的紧急通报，互人会当有所警醒，避免灾难扩大。伫信仰上，耶稣提醒门徒，着爱警醒祈祷，但是因却犹原拄久，失去警醒。亲像有一寡人伫气象局宣布风台警报了后，佫去走去海边去石头仔顶来钓鱼有人溺水。结果去互风影来加走，所以重点毋是伫即个警报系统是毋是先进，乃是伫人愿意听即个警报来有所警醒无。基督徒是毋是愿意警醒祈祷，甲上帝有好的连结，时时来求主保守看顾，这是咱应当爱追求的。上明显的例就是咱前一阵也是即阵，咱常常咧谈论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上典型的一个例，就是俄罗斯伫2014年公开宣称甲乌克兰是兄弟国的交往。并且佫讲两国永远袂交战，但是上时俄罗斯因又佫咧规划策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这个叛乱活动，并且到落尾来侵占克里米亚半岛2021年。美国情报的体系严重警告俄罗斯要计划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但是伫乌克兰国内犹原有一群宣称咱若甲因和谈吼，就袂战争。亲像目前台湾嘛有一阵即种咧连结外面的分子共款。乌克兰的和平创议者造成乌克兰今仔日的境况，因为无要警醒，失去江山，失去和平。有侪人民因为安尼失去因的性命。米加斯第5章第1节到第5节，涉案的子民着组织正做军队，咱受围困攻击因用军抵抗以色列的领袖的喙皮。上帝透过先知警告以色列人爱团结起来，因为已经受到围困但是，还阁有一群和平主义的人袂记得上帝透过先知语言的警告，直到因拄着大危险。先知米迦又阁讲，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你伫犹大宗族中间虽然微小，毋过有一位会对你显出来。为着我伫你以色列，伊的军员对古早对上起头就有，所以上主要将伊的子民交互对敌，直到迄个得崔准的妇人人甲囝生出来。迄时遐的受领要活地的同胞会倒来以色列遐。伊要靠上主的气力徛出来，奉上主伊的上帝的名的威严牧养伊的羊群，互因安然徛起。伊会伫全地受尊最大，即位会互咱四境平安。对伯利恒将来有一个拯救者和平的君王要临到。这是上帝所赏赐以色列人的愿望，因为因受到强敌的攻击，流离失所，到处受收容，并成做难民，亲像无有牧羊顾养的人的羊群共款。因的情景就好像亲像现代的乌克兰，也是其他战争地区的难民共款。咱都要警醒，都爱谨慎，这是上帝互基督徒的旨意。路加福音21章34节到38节，记载着耶稣的话：着谨慎，恁家己着谨慎，才免因为贪食、酒醉，甲生活的挂虑，互恁的心麻痹，直到迄一日亲像落梦，忽然临到恁。因为迄日会临到住伫全世界各所在的人，着不时警醒祈祷，互恁有气力通逃避一切的特别发生的代志，通徛伫人子的面前。即几日，耶稣日时拢伫圣殿教示人，每时出城去橄榄山过暝。众人拢透早就去圣殿听耶稣讲道理。耶稣基督提醒讲，着爱警醒，咱伫生活中爱离开遐个引人入罪的事，着爱透过祈祷，互咱家己有气力，会通忍受一切将来要临到的事，着爱靠主来得胜。诗篇79篇，求主解救阮的国家。上帝啊，外邦人侵占你的土地，拍拉散你的圣殿，互耶路撒冷变成做荒废的所在。因将你仆人的心思交互空中的飞鸟做食物，将你圣的子民的肉，互地上的野兽吞食。因伫耶路撒冷周围流你子民的血，亲像在拼水，嘛无人甲因埋葬。阮受着隔壁国的凌辱，互四围的人冷笑讥刺。上主啊，你要受气偌久？
减要到永远。你的大受气亲像火要倒偌久，求你将你的受气摒落伫遐个毋捌你的外邦，以及遐个无求叫你的名的列国，因为因吞食雅各，互伊徛起来的所在拍远。求你毋通因为阮祖先犯的罪刑罚阮，求你将你的慈悲紧紧施落互阮，因为阮陷入绝望的地步。救阮的上帝啊，求你因为你的名荣光帮助阮，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救阮，赦免阮的罪。那要互列国讲，因的上帝伫倒位？求你为着你的仆人流的血伸冤，互外邦人知，搁互阮亲目睭看见。求你互求还会吐开透到你的面前，照你的大权能保存受判死刑的人的性命。主啊，阮隔壁国对你的凌辱，求你加添7倍刑互因。安尼，阮做你的子民，你草埔的样的人会感谢你到永远，称赞你的名到万世代。感谢主提醒阮，着爱谨慎，互阮无论拄着任何的状况，拢会有所警戒，无互敌人歹所影响。求主保守，因为阮无有能力靠家己赢过伫要临到伫阮中间的困境。只有上帝会通赏赐平安，保守阮。感谢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